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資訊365。港鐵頭等逃票斷正，坐2個站東鐵成為1000蚊。Facebook 大埔群組有人發片，只有旅遊客坐頭等冇俾錢，當場俾職員斷正。片段見到2名港鐵職員喺頭等車廂查票，一名長髮女乘客即刻 B 一聲，原來冇補票就入頭等。女乘客即刻用普通話求情：我沒有刷嗎？我剛拍了，我現在可以補嗎？我忘記了。據網民爆料啊，女乘客之後仲俾職員訓斥，話佢唔可以錄影，如果唔係啊，再罰多5000蚊。哇，場面一度有火藥味喎。除咗呢位長髮嘅旅遊客之外，仲有至少4名嘅女乘客排住隊跟住港鐵職員離開車廂，估計啊都係頭等補飛嘅問題。呢班人啊真係齊齊整整啊，一鑊熟。咁呢啲人啊搭港鐵頭等係真唔知定假唔知啊？咁如果係遊客嘅話，咁啊真係有可能真係唔知嘅喎。咁我都建議港鐵啊應該俾多啲指引乘客。有網民啊就串爆話幫大家踩雷啊，坐2個站成為1000蚊。呢件事啊再次提醒大家搭頭等真係要記得補飛，如果唔係嘅話呢，一個唔小心啊俾人罰成1000蚊。網民睇過貼之後呢，大讚港鐵職員做得好，罰得好，大把人啊喺度博大霧啊，尤其係九龍塘上車嘅，希望啊港鐵捉密啲，連續高調捉人啊，啲人先會識得驚，唔會咁做。不過有網民就認為唔應該跟車太貼，我都試過有一次㗎，成班同事一齊咗，明明啊個個都有嘟卡嘅，我都睇住我老細係嘟咗卡㗎啦，但查飛嘅時候呢，顯示佢冇嘟到喎，落車處理。但最後上訴得到。根據港鐵網頁顯示，未持有有效頭等單程票或持有未取得頭等確認嘅八達通，乘坐頭等嘅話，必須繳納附加費1000蚊。唔知大家對於港鐵頭等逃票有咩睇法呢？歡迎評論、點讚、訂閱，我哋下條片見啦。